来看最近发生几啊件食毒塞车弄死警察甲民众的代志。昨昏伫桃园的中立，又有警察车去互轿车弄到，发生连环车祸。警方嘛伫轿车内底超到毒品，驾驶嘛验出讲有毒品的反应。根据统计伫今年1月到8月，已经有580来警察因为公务受伤，阁有3个警察殉职。 警车后车道互弄甲密密麻麻，代志就发生伫初七暗头啊。中立警分局来到派出所，一只警车互轿车对后壁真紧弄到了后，再个向前弄到2只汽车，造成省道下班时间大塞车。加在是无人伤亡，警员伫肇事驾驶车内查到真新的毒品，丧尸分弹。现场无人受伤，当场并查获丧尸烟弹2颗。 全案讯后，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最近警员执勤威胁安全的事件常常发生。7月13，新北三中分局2位警员伫半暝咧巡逻时等红灯，互汽车倒并向弄到，造成1位警员送医救无回来。肇事的驾驶就涉嫌食毒塞车。9月3日，土城警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兴深夜查违停。 花查毒品，互要逃走的驾驶塞车拖行，弄到互拿，重伤无法度救回来。根据统计，警察人员去年因为公务受伤897人，因为公务死亡10个人。今年1月到8月，因为公务受伤是有586人，因为公务死亡有3个人。执勤回来有查获的话，我们的中高阶干部可以去跟着严警一起也去检视他的密录器，来看看他 的执行安全啊，包括处理的程序。学者表示，警政署对车辆的拿检、人车的盘查拢有规范，安全教育 SOP 拢有。建议中高阶的干部会当看环境的密录器，对于实务经验内底讨论执勤的安全、停驶的证据甲比例原则，减少无必要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